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仔日咱要来讲一项，你每工可能在处理，在公司拢会拄到代志，就是你会来买到外送的物件。人在厝里翘脚练喙手，山珍海味三顿免烦忧。毋是广告名称伫送咧随在你休，却是劳工朋友披星戴月，不眠不休。咱的幸福，因的烦忧，而且愈来愈侪人用这个咧做阿鲁。外送员的权益，确实是你我的正人事。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兼发言人苏碧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台北市产业总工会总干事陈淑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咱少年人青年外送员前外送员林德基。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呢，咱就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事实上啊，咱一直关注这个议题，外送员的安全、外送员的权益、外送员的劳资争议呢，继续还搁来发生。现在传出外送平台业者每一单的这个文化呢，来调悬。外送产业工会也表示讲，这已经唔是头一摆咯，嘛有立委来呼吁讲，政府要赶紧来制定着专法。而且针对着外送平台，无来甲外送员加保第三人责任险这个代志，所谓平台的经济协会讲，这个外送平台是冤枉的。疫情3年来，地属经济形态改变，毋过外送员的权益却无对理解。最近就有风声讲，外送平台无通知，就先甲外送员减薪水。本地走2公里就有40块，即马煞要走4公里才有40块。不离个，这已经毋是头一届。每一次的降薪前，平台都会在小地区先进行测试，再推说这完全都是系统异常的问题。不管今天是夹3单或者是砍薪的行为，全部都是系统异常的问题。试完水温之后呢，在全台做一个实施。民团嘛讲，若是政府继续去点，无排除要抗争。有立委就表示，外送员甲平台之间的关系无法完明定，但是实际上根本是假承揽真雇佣，呼吁爱立法保障外送员的权益，唔通互外送员成做法律孤儿。希望能够比照其他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产业新兴的过程里面，有专法，然后有一个协商的机制，让我们外送员工会们跟平台业者这个能够处于对等的协商方式，让计价的方式透明化。另外，去年劳动部定出指引，要求外送平台要替外送员保第三人责任险。不过，过来2大外送平台也未投保，也若所谓平台经济协会是替外送平台好冤枉，讲指引明定要透过保险提供保障，就会牵涉下部门的合作。嘛，呼吁劳动部要修改指引，才会当互政府、平台业者甲外送员达成三赢的局面。记者综合报道。咱的新闻报道来讲，要达成三赢的这个局面啦。那么自然过去来解读这个新闻的经验来讲要三赢，可能还阁赢足久到底这个事件开始是安怎来？佫毋是头一届，伊咧调整那么真侪人，你处理你叫足侪，不管是姓吴的还是富的你拢会叫。但是你将来就无可能无了解讲因送一抓是会当趁偌济咱现场专业的业者，也有本身这个理事你甲咱小介绍者，即摆因是安怎要甲你调整？即届呢，本来阮的基本的工资是安尼算，40块基本的里程是差不多2公里。就差不多算2公里以内40块的基本费，是。即届伊甲调做4公里40块以下，就等于讲减半了对，减半，就是讲第3公里甲第4公里，这本来有一个里程费，甲尾仔拢无就已经合作基本费，实际上就是降薪啦。累进嘛是照这个比例来甲你减薪。这伊都无公布啊。
伊佫无甲你讲。对对，伊无甲我讲。阮拢毋知迄计算是安怎算的，啊，但是基本费吼，因为较明确，所以大家有感觉到安尼。哦，所以你的劳动条件咧改变，伊无爱甲你讲。伊从来毋捌讲过，伊发布出来了，我要改就改。前几年有当时啊，佫会甲你讲，因为前几年伊公司是足明确的，出单是偌济，送礼定是偌济。啊，送教是偌济，本来是足明确的一个公司，啊，但是即摆伊讲用 AI 计算，拢规个拢乌想起来，完全无明确。啊，像讲40块2公里，这是阮外送员家己抓出来标准，啊，嘛毋是伊公布的出来。哦，是。对对。这听起来是无啥有合理哦，吼。对。这就算讲即摆咧上流行的 ChatGPT， 咱甲问伊嘛会讲甲一五一十，啊，我甲你讲啊。啊，说拢无甲你讲，啊，你爱家己去推算。对，我拢爱家己推算，啊，就是推算了，发现讲哦，40块哪会即摆变爱走4公里，啊，无合理啊，啊，干那40块尔，啊，你啥爱叫我走2倍距离安尼？哦，所以这头一件，你的劳动条件来改变，吼，要趁偌济，你无共讲。对。啊，这毋是头一摆。这毋是头一届，伊从来拢毋捌甲人讲过。伊自从改做 AI 计算了，伊都无讲过啊。啊，咱会当来问 AI 袂？哈，问 AI 哦，可能看伊爱两啥袂？无，咱来问个 ChatGPT 啊，看即因咧姓波诶姓吴诶，看会当甲咱回答。来，小伦，因即个改变劳动条件，政府敢有法律通好来甲做发展？即卖问题就是讲吼。咱这是一个老问题，好，咱感觉这问题咱讲几改啊？到底伊是雇佣还是承揽？你请恁来讲足侪改啊，确实拢无改。是，因为即马，但是我感觉吼，这问题咱先头前先扛的哦，咱无需要先到用请的雇佣，也是讲吼，咱毛细头的承揽，先无到遐，咱讲平常咱一般人思考就好。我今仔请一个师傅来甲我油漆我的房间，我讲这间房间师甲讲，伊爱总插爱10万，啊，我敢袂当讲，伊插好我会讲，我互你8万。袂使嘛，讲好的计数就是爱安尼嘛，毛石头嘛应该是安尼。啊，而且我也是去用请，我一个月薪水是5万块，你免到月底的时阵，头家甲你讲啊，这个月吼公司较无趁钱，啊无你4万5就好啊，袂使啊。所以不管是倒一种客哦，你本身就袂使共改薪水，嘛袂使共改讲好的这个计数，啊，而且因是完全无透明，无透明就在改，啊无任何的公布，啊这无公布，佮无协商，佮家问的时阵嘛问不出答案。啊，这对不管你是毛石头的人，还是你是用请的人，两种拢应该唔是一个合法的做法啦。伫个法律上，毛石头嘛是爱讲好的计数，双方合意，啊，我来进行承揽嘛。啊，那红请当然劳资双方嘛爱合意嘛。啊，完全无任何人外送员也无违规，也无其他。啊，你伫片面来更改这个规定，这表示讲你两个平台都是。啊，咱法律有通好甲发无？即马，你找无法律通好甲发？应该讲吼，客户。是平台下来啦，啊，这个外送员有法度对这个平台内底去设，咱我讲一个重点，有一个透明的公式，我当讲根据这个公式，我落去计算，我算出来我这抓应该爱偌济，对不？问题自头公式伊就无甲你讲啊，客户内底无写啊，啊无写的时阵，你就无法度去换伊家己讲，照这客户，照这计算，我都应该算出来讲我有5万块，所以刚才他对啊，啊自头就无写啊，老师伊甲我拍安尼啊。嘿，啊，这变做是安尼，对因足无保障，就是安尼。我都找警察啊，讲要填这个3连单。我会问讲，啊，你当初是约偌济？吼，啊，伊怎减互你，啊，毋则我会当判你。啊，你当初是约偌济？你家己都讲袂清楚，你啥讲袂清楚？因为客户内底无写，客户内底啥无写，伊个客户讲这AI 甲你算的，所以伊嘛讲不出来。啊，这个自头到尾就讲完全就套逻辑讲不了。所以检察官可能用讲你300的，你当初是啥那要答应你？对啊，有这个可能啊。目前伫法院内底都有两种的判决，一种的是讲啊，我感觉恁是头家先落，就行政法院内底是安尼想，是安尼看法，就是讲啊，外送员甲平台中是头家先落的关系，啊有控制，有平台有控制外送员安尼，啊但是嘛有一两个判决是讲啊，我感觉这外送员甲平台是毛石头的关系。啊，所以应该是无必要去
做一寡处分安尼。我感觉讲这嘛就无统一的啦，就算伫法院嘛有两种的无共款的结论。啊，要法律要过关，煞唔知要去安怎过关吼。就来问特技吼，特技，你加入这个外送平台的时阵是你大学生的时阵？我拄啊毕业的时阵，做兵进前，我找无啥物工课，所以我就去做迄外送员安尼。嘿，做兵进前吼，做偌久的时间？差不多3个月。做3个月吼，所以你当初是要去做的时阵，你就举手啊，伫网络顶头报名。对。什么过程？你讲来咱听。差不多，你就是想讲，你要做外送员，你就去找资料。啊，资料找，伊会甲你讲啊，你要准备啥？第一步就是阮咧甲迄 Uber Eats 平台买一个大包，面顶写 Uber Eats 迄一开始就要1000块。啊先爱1000块，1000块互伊。啊，1000块，等伊的即个包摕来了吼，阮就差不多来想看要后头摆要安怎徛，因为迄有一寡专业的迄成分伫内底，阮要学讲这路线要安怎走。除了这手机嘛爱传得好，手机的迄个手机架嘛爱传得好，因为会风吹日晒雨淋嘛，所以咱出去走，这物件拢爱传得好。放一个小雨伞。对，爱小雨伞。啊，家己嘛爱算讲迄个油钱安尼敢拍会过无？你的乌多摆是食油的，还是较无食油的，这拢有关系。所以就是家己算的了，感觉会使，就开始走安尼。对。啊，所以当初是嘛无契约。有一个契约，就是承揽，伊就是互你伫网络面顶签，啊，伊就写明就是承揽，伊家己无迄种啥物，无啥物。你迄阵是知影啥物是冒石头，啥物是承揽无？小可知尔，我个嘛有去 Google 一下，嘿，哈，但 Google 甲你讲的，甲后来你所发生的代志，敢有落差，还是讲，啊，就差不多，还是讲感觉要去用骗去？迄个落差。我感觉讲法律上，我感觉应该是无啥物特别的剥削的问题，就是我无法度伫法律上找到一个我互剥削的事实。啊，毋过，即个工课本身伊的条件是足歹的，老实讲。安怎讲？因为若讲，人伊即摆本来2公里40块，你讲条件真歹，即摆伊4公里，互你40块，毋就搁较歹会歹？愈歹。我来小可讲一下实际上的状况是安怎好啊？若是2公里40块，我会使伫我厝附近上山区安尼走的就有啊。啊，毋过今仔日我若想要趁到40块，2公里甲4公里才有法度趁，我就爱过桥走到内湖遮走的，我才有40块。啊，毋过即个路程中咧，我要过一个大桥，面顶拢是车，有够危险。啊，我嘛有可能徛起来，我的手机就落落来啊。即个足侪伫咧骑乌多摆的时间的这风险是咱无法度去算出来的，所以这趁这40块真正是毋知影伫趁啥，伊是无即个心头胆吼。对，性命的风险伫遐走这40块。啊，你迄阵是有家己保险，特别家己保险？我有想要保，毋过我感觉迄营业用的第三人责任险伤贵啊，我无法度保，所以我再做3个月我就无爱做啊。你会当甲咱讲，迄3个月，你1个月差不一工工作偌长的时间，是1个月，通好甲咱讲你趁偌济无？因为我毋是我讲我是感觉讲趁有就好，所以我一工差不多走6点钟，一礼拜1到5差不多走3工，算起来，我的工作时数去除我的迄个薪资，差不多1点钟220块到230块安尼。毋过这是实拿的薪水，无扣掉油钱，无扣掉迄个风险，嘛有可能有当时用开罚单，迄拢是家己爱吸收的。嘿，哇，若是照逐件即个状况，伊这算走了疗效哦。较无遐认真啊。对，较无遐认真。若较认真走是1个月头有偌济？像即摆的话，你若较认真走，我讲的较认真走是一工差不多爱走13到15点钟。差不多1个月休差不多4到6工，安尼定状况的话，1个月差不多会当走7、8万，已经算袂歹啊，对啊。7、8万。对。但是伊这是无看过的计程车司机啦。对，差不多安尼意思。风吹啊，晒日头啊，安尼晒拢有啦，对啊。
吼，好，安尼人拢有。啊，若是这一改落去，你甲预测差不多，若本来一个月认真走的人有7、8万，这可能会落到超过偌济2、3下，因上少落2、3下。哦，这不止遐多呢哦。对，其实足多，其实这不止遐多吼。啊，这头早咱也讲啊，秀伦，咱这法律行动，我来看吼，这个图表顶头劳动部啊吼，互咱一个这个指引呐，就是敢若迄阵是 COVID-19 讲有一个指引啦吼。啊，指引事实上啊，咱是有看，敢若看啥无？咱来读一个看卖吼。外送作业安全卫生指引，伊是特别针对着安全甲卫生哦吼。我特别甲看讲，等无劳动条件来改变，应该是这雇主应该评估刑事立场、交通情形与交通法令、天候状况、送达的件数、时间以及地点等等因素，并透过听识设计或者是演算法则等方式采取适当的措施，合理分配工作。这写就是讲，理之当然，但事实上无强制性。对，因为叫指导原则吼，指导原则，这4字就是行政指导的意思。行政指导的意思就是讲，我政府甲你讲，啊，你无要听唔听在你，啊，你无听，我嘛袂甲你罚，因为我都无法律的法条会当甲你罚钱，我嘛袂当去法院甲你告，完全袂当，我嘛袂当用迄个劳动检查来处罚，无法度用这指导原则参考的啦吼。啊，当然，这嘛是表示讲政府有希望业者爱遵守、爱配合，啊，若无配合，我来请你临加逼啦吼。这指导原则就是一个临加逼的一个依据吼。问题是这作业安全卫生指引嘛，吼，所以伊的重点是安全卫生，伊的重点是这。外送的这过程当中，毋是干那阮外送员呢，伊嘛讲啊，你这个比如讲食品吼，你的保温吼，你的保持安怎好吼，啊你比如讲吼，这伊讲你的车辆爱安怎，你车爱安怎，所以伊讲的是讲你车你要有驾照，你要有检查，你要有安怎，所以伊管迄个箱啊，伊管迄台车，还嘛无一定管到你迄个人，管到你迄个人的部分介少，干那一项讲啊，迄个平台你要甲伊买保险。但是买什么保险，即马就是有一个问题伫遮啦。因为吼，外送员的希望是讲你咱即马有几个县市吼，6、7个县市有定自治条例，就是你若阮台北市吼自治条例，伫阮台北市吼，你若要做这外送，你平台爱甲外送员买200万的意外险，即马无300万，然后300万的意外险，好。但是这是团体意外险，啊，意外险是安怎？意外险是我这。外送员，我若受伤，甚至我若死亡，吼，啊，这是取代啥？这就是因为你毋是做头家嘛，头家你爱创啥？头家你爱防职业灾害、职业灾害，你用保险啊，爱遮无嘛，无就用这迄个意外险安尼甲你报过。啊，问题是外送员就毋是安尼啊，你拄则听因两个讲就知影啊，我车也有可能耗损啊，我迄个嘛有可能我弄着人啊，我嘛有可能出代志啊，啊，这个第三责任险无啊，即摆业者讲无，因为。法律也无规定，啊，阮当初时也无讲袂，啊，这政府我来建议，然后我无一定爱，所以咱是安那对这讲咱讲薪水也是好，还是讲这互你的这报酬也好，这上下的浮动吼，你讲差2、3成，你莫讲它叫做2、3成差介多，因为对平台讲，伊是所有成本完全都撒互这外送员，车嘛你的，物件嘛你的，时间嘛你的，你若弄着人嘛是你的，你去弄着嘛是你的，完全拢你的哦，啊，但是你总加起来的时阵。啊，你任何的成本平台，但是我有一个 A 9的 AI 啊 ，AI 啊我若伊袂爱啊，我你甲我问，我毋是 ChatGPT 啊，我无爱甲你讲。对，所以我感觉这外送员吼，民众甲外送员拢有一个心态，我坦白讲，外送员心态是讲，我无一定做这个代志久长啦，吼，而且我嘛无一定讲逐工做啦。吼，我敢有需要讲为着这趁这钱，吼，我来报，去参加一个劳保，还是讲我参加一个工会，要遐平台讲我爱争取，我爱讨论，我爱甲你协商，甚至我爱抗议，你敢会去开始的时间，你想讲卖算润的，无歹做就好啊。民众嘛想讲卖做歹做，你无爱走嘛，真侪人在走。换一个，凊彩对无吼，莫掠改，敢遐个你若遐搞，袂你去找较别项的佚头啊。
你就是学历无够，你就是条件无好，所以你走外送卖了好。我那一寡选民吼，网络上一寡民众无介理性定安尼，人咧吐槽咱一开始吼，嘛甲观众朋友来讲吼，咱做这个题目，阮认为这是正人事，吼，这是社会公平甲正义的代志，吼，唔是讲因个人的选择，因为每一个人在迄个一刹那之间吼，喺选择当中拢有淡薄啊，会是这华语叫做侥幸，吼，或者是讲啊，我袂遐歹运，像逐件迄阵时，你就感觉讲啊，这足贵的，你就卖报。对啊，对啊。吼，你迄阵时敢会想讲啊，我手机啊歹去，我是要上来甲我报。若是讲对一个需要钱的人，伊有法度做，伊就怎啊做啊？啊，买袂起保险就买袂起保险啊。啊，因为伊就是想讲啊，我即摆就是需要。我钱食都无够啊，搁拍光。对，所以这是真的是迄种较偏向社会正义的迄种问题啦。因为虽然讲，阮大概接一单拢是家己支哦，偌济钱啊，距离偌远啊，拢是家己支落，才会开始走。毋过其实对足侪人来讲，可能这就是伊唯一有法度好好趁食的工课。哈，伊可能足侪状况的啦，伊嘛无适合伫人迄做迄种头家心路的工课。人生就在所难免啦。对，所以我感觉讲，即个保障爱甲伊提悬是真的是咱爱去关心的代志啦。事实上吼，若提悬了后，头仔咱本队咧开讲的时阵，若是提悬了后，应该嘛是消费者嘛会感受到，即摆外送费有较悬哦。应该对着平台业者的即个利益，伊的损失应该袂遐济吧？其实阮有计算过，我有甲平台业者有私底下讨论过，差不多一单你只要加1-2箍银，就会当互外送员一个保障，第三责任险的保障。其实成本无介悬，加1箍2箍。对，加1-2箍就会使啊，无介悬，无大概。无咱规起来发动一个即个主线吼。即个机构吼，就是讲我每一单吼捐2箍，1箍吼，即个外送员吼去买保险，吼啊恁最好心啊，我替恁即个姓吴的啊姓布的吼，我来互恁来做即个 ESG， 还是即个社会责任啊。我即马就是我逐工拢叫迄个粉红仔是迄间呢，吼，因为阮中头阮遐无啥物人，迄中头无啥咧卖吼，所以阮拢叫迄啊。我就感觉讲，我头前我已经缴年会吼，逐年缴的迄个年会我已经缴落去啊。啊，连伊又讲，我爱平台费搁加3箍。吼啊！伊讲，迄当下讲平台费嘛，讲爱提升吼外送员的权益啊。我嘛好，啊平台费搁扣3箍嘛，无要紧。即摆来搁讲，因为吼有的单较远，有的单有的较重，有的较困难，有爱爬楼梯，所以吼搁加这小费奖励，你一定爱加20、40、60、80、80、100。你若无加这20、80、40、100的时阵，人可能无爱甲你送，所以你这单就要等较久，你要对半点钟等者到1点钟，等者到2点钟。哦啊，意思就是讲，是我。消费者唔对，因为我无甲你加100箍，所以人无爱走。其实咱当初是甲这个平台吼做要建立这个服务的时阵，我可能嘛唔是安尼思考的。但是伊安尼甲我讲啊，即摆讲伊是为着业务员好啊，伊是为着要互伊加寡薪水啊。哦，比如说这道德绑架我含外送员之间哦，这哦情绪勒索呢，讲我无甲伊奖励，所以人无爱甲我送啊。啊，这平台讲起来咧，安那唔是伊去奖励呢？那啊伊就扣月费，搁扣平台费啊，搁扣小费啊，吼啊扣，平台咱所知影是愈来愈趁钱哦。对。伊伫台湾是愈来愈趁钱啊。无啦，咱敢若看讲伊一寡明星吼，你甲替伊代言，咱就知影讲伊是出来对即个钱，吼。但是是安怎伊这1箍2箍伊唔敢你出来？这阮就无啥了解，因为照目前的资料来讲吼。Foodpanda 目前已经讲，一年的营收差不多700亿，啊已经趁钱啊。伊媒体去访问，伊讲已经趁钱啊。咱若已经趁钱的话，啊社会正的社会责任啥无愿意，互咱加纳一寡。啊，我感觉讲这实在是无道理啦。保险的代志，这是足基本的物件。实际上来讲，对外送人来讲负担较大，但是对平台来讲负担无悬。我讲话一单差不多1箍2箍，都够纳这第三责任险嘛。啊，平台一直无愿意做，我感觉这是足无道理的，我感觉这袂使啊。
哦，这啊，你敢就爱讲，这个外送员当中爱出一个柯妈妈，这种过去的这种古早的故事，才有通啊来变做迄个强制险。其实就是安尼啊。第一届团体意外险，就是伫迄年出了代志，死2个外送员。啊，即摆有裁调，甲政府甲平台来讲，第3责任险，是因为去年有一个伫淡水一个知名的作家。啊，互外送员，甲外送员发生事故，啊，不幸过身去，过往去。啊，这个外送员因为无保险嘛，所以家属要求赔偿500万，一身拢无才调赔。啊，就是因为有这个，大概改善拢是有人命为前提。但我感觉讲啥啦，一定大概拢爱死人啊，大概拢爱有出现人命，才会当讲有才调改善。那有才调讲，莫出代志为前提，咱就当来好好讨论讲是安怎来保障阮的外送员。咱小再来讨论讲，到底立这个专法是卡在哪里？吼，先来莫讲加1块2块啦，咱就替伊想办法啦。讲我发起一个运动，我就每一个外送员，我每一单互你1块，啊，但是你要注明讲1块是要互这个外送员，互伊去买第3责任险。啊，你买着了后，大家吼，甲你按一个赞。吼，替你发一个新闻，安尼。特别，你这3个月当中，你阁有发生什么事故？事故是蛤蟆啦，无真正发生，就是我就是徛伫迄个叫啥，反正就是上山要去内湖迄条桥面顶的时阵，我徛，我撞到一个窟窿，啊，我的手机啊就自我的手机架咧落落来，啊，好佳在我面顶有绑一条线。就是我家己有想讲，伊有可能会落落来，啊，伊就真诶安尼落落来。毋过，若是我无绑迄条线，啊，我诶手机啊就放进去啊。啊，我要走这 Uber E， 我嘛爱我诶手机啊才会趁钱啊。啊，所以我若迄阵啊，我诶手机啊落伫啊水底，安尼我就赔一支手机啊，啊，我钱嘛无法度趁啊。啊，我迄单摕到诶迄食物，我嘛毋知要安怎互，嘿，火花去啊，我毋知要安怎互我诶人客安尼，嘿。就是有这种代志有可能发生啦，啊，应该是我是想讲，应该是逐工路年的外送员一定拢逐工拢有代志的啦。较拄啊，新闻吼，或者是即个配合，因拢讲到一项代志，就是讲，因为大家某种程度拢咧做阿鲁，吼，所以外送员甲外送员之间的联系并无遐强烈，吼，若是要集体行动，要采取啥物？这个争取吼，其实是真不好组织。恁敢有发生这个问题？有啊，一直拢有这个问题啊。像讲顶年5月1号，阮咧号召讲大家出来，甲大家斗阵游行哦，毋是阮家己哦，是甲所有劳工团体，大家做阵来游行。敢若迄届尔，阮叫的人，我就感觉讲，哪会比网络面顶讲要来的人，少遐济。万人响应啊，一人到头。对。袂啦，伊安尼讲嘛无啦。其实迄届因已经足成功啊。迄届，我计计有200人以上。超过200-300人。 200-300个外送员，以外送员来讲，大家爱无趁钱咧。迄个时间迄半工，伊是无在趁钱，膝头坑的来参加游行。我感觉对迄200-300个人，咱要足感动的啦。对啦，有影啦。啊，但是对其他。 好响应的人，希望讲后届嘛爱来参加啦。啊，其实因工会嘛有成功杀一个物件，咱迄个新的迄个职灾保险吼，迄个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这个法律是新的，吼，迄个5月初1，去年5月初1开始实施。伊有一个制度，新的制度叫做特别加保，就是讲吼，你唔免去参加这个工会，你无互头家请，拢不要紧，7-11走去 iPhone 家饲，你就会当保险。 一工甲你算，一工扣2块，一工扣2块。但是就通好去。你会当讲我今仔日今3月初1一工甲饲落2块甲你收。好啊，伊有一个集聚啦吼，但上少2块就会当。啊，这物件这特别加保，其实就是因这外送员去争取的，因为因这外送员第一，我若有上班，我袂去去参加。这是大进步。对啊，伊袂去去参加这工会，我就要交一这工会，伊可能无去参加。啊，但是这职灾问题咧，伊真正若去。 出车祸，吼，反正失灵，反正甚至也是咱讲，较早讲残废才失灵嘛，吼，啊，甚至就死亡，迄是无人赔你的，因为你无劳保啊，所以你无头家，你嘛无劳保，你咪逐项拢无，所以
因工会去争取了旧年5月初1特别加保 7-11会当去报，但是这是过渡时间啊，咱袂用讲啊，就安尼就好啊，袂使啊，迄是过渡期，国家无甲你处理，上好啊，是有一个制度处理，性。对啊，咱自救的。但是咱自救袂一直停在遮，咱要希望讲制度爱出来嘛，法律爱出来嘛，互平台爱负起该负的责任。因为你所有成本拢送互别人啊，你无任何责任吗？你拢无需要担一寡你该担的吗？啊，你敢若负这趁钱，啊人去危险，安尼毋是？我是个人一小小意见，就是讲，既然叫做 AI， 你嘛需要爱一下，吼。啊，你嘛爱爱一下，讲是有一个道理，还是无一个道理，总是爱爱一下吼。人 ChatGPT， 人你问伊啥物，伊就甲你讲对不起，你的问题我不能回答。上无嘛会安尼讲。有啊，有罐头的讯息啊。罐头的讯息。阮不管甲客服等啥物物件，伊就回一个固定的格式，啊，啥物拢无回答着安尼。但是有对，有就是安尼。咱来看这个外国啊，吼，外国。对着外送员的这个劳动权啊，这个维护吼，咱来看西班牙。西班牙吼，这是上明显的一个叫 Rider Law 哈，就是技术法吼，外送员的专法啊，这是专法咯。头一个承认我甲你请啊，雇佣制吼，而且吼享有着受雇员讲保障。平台业者必须要向外送员各地演算法，就是讲。你会使 explainable， 会当解说，我是安怎，我会接单较少，比伊较济，还是比伊较少？哦，这个接单啊，而且安怎计算，也甲人工智慧就会影响因的工作。哦，你就讲你就较无踮咧，这个你的 circus， 你较无踮咧这个移动，你无咧移动，啊，我就较少派单互你。吼，咱因为这种物件其实已经是真。无算讲真高端的这个技术啦，吼，咱就知影讲这个外送派车的这个人，其实拢有咧用这，啊，这是应该是上基本，但是基本上在不管是姓吴的还是姓部的，因这平台顶头拢无嘛，拢无这种故事甲你讲啊，因为你安怎，所以你抢无，还是讲你要来？伊袂甲你讲啦，伊袂甲你讲吼啊，因为你是安怎，所以单较少，伊袂甲你讲。伊反正你有接会到，啊，接有当接无到，啊，你家己爱试看觅咧，你家试看觅咧，对。像讲，我咧走 Uber E 的时阵，甲走Foodpanda的时阵，迄两个系统的派单就无啥共款，迄拉一扣就无啥共款。迄阿达利就无一定。无一定。啊，逐期你迄阵是感觉你今仔日你出门你来烧香拜拜，讲我保庇我今仔阿达利好啊，也包都干翻800安尼。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啊吼，因为基本上伊的派单，即摆大家知影要安怎走，拢是大家迄外送员之间交流的经验法则啦。因为像迄Foodpanda就是Foodpanda。大家都会讲，伊的派送的迄个单，就会足远的。你接到你的食物了，你要送到足远的，再到你的迄个客户遐。啊，Uber Eats就可能较近，不过Uber Eats就足侪时间，你可能就爱过路。啊，你可能下晡2点到4点，你过路过1点钟才一单尔。嘿，迄就是伊的，阮拢毋知影伊是安怎派的，所以阮拢是家己去研究啊，家己交流安尼去知影讲我要安怎走较好。这就叫做试。嘿，对，就是爱家己试看觅。对。哦，这道有影无简单的吼。其实做者技术的来。啊，你着爱戆戆，踮咧鸡仔头，踮咧等，有当是踮咧顶仔骹等安尼。对。哦，比甲咱咧派车意思是共款啦，吼。对啊，我毋对。咱过来看吼，除了西班牙以外吼，意大利即马有就业法的暂定吼，外送员的保护条款，这个平台业者必须要工会做工资协调整协商，否则政府就直接根据着同类型的产业来做认定，免定在假日暗时特定时段或者是天候不佳的时阵外送，业者必须要发额外的津贴。哦，这是意大利。啊，德国呢，互你弹性工时，非企业一员的身份，就是类劳工啦。咱小等来讲这个类劳工。那类劳工超过5成收入来自，讲一个企业，你就要负起
部分责任，吼，这个部分责任是安怎讲？雷德讲，应该安尼讲吼，就是讲，因为咱台湾的即个法律吼，含迄个国外有一个差别是安尼。咱台湾真特殊，就是你若是劳工，我做头家的人，我劳保爱互你，我健保爱互你，我就业保险爱互你，我立趴爱互你，拄则讲的接灾害保险我爱互你。我逐项保障会当减，只要我是头家人，遮个人我拢爱替你处理。但是你若毋是劳工，劳损零。所以为什么平台100甲嘿，咱就是0甲100的问题。啊，所以咱这个平台业者是安那拍死坚持，绝对袂使有任何一个空棚，互你渐渐来靠近这个劳工，绝对是袂使。哦，就拄则讲迄保险，是安那我无爱出这钱。1块2块，莫讲1块2块啦，因为咱只有10万人还是15万人咧走嘛吼。徛迄个门旁的，去吐，哎，你这门旁一旁过，你是毋是安尼有渐渐像要做头家的感觉？你搁家己保这灾害，安尼你可能搁较头家一寡。你搁互伊管理吼，比如讲你无爱扣钱哦，你爱准时哦，安尼你搁较像头家。你愈像头家，哇，我着爱付的，变做我着100分爱落去啊。即摆想我完全拢卖得好啊！好，这雷德讲就是讲，以国外来讲，因为因并毋是所有的社会保险，也是社会保障，拢绑伫你是劳工，甲毋是劳工的身头。你是一般的居民、市民、公民，你都有基本的保险，比如讲像国民年金，比如讲像这个基础的医疗保险、基础的社会保障，对，一般的公民都应该有。所以你这公民的部分，雇主可能要贴偌济嘛？我若是100%的雇主，我贴这个额，但是我若无你时间安尼做，我贴较少的，但是我袂使讲完全无贴，我无需要先去判断讲你是劳工还毋是劳工，我是判断讲你有这个事实无？你有这个事实，你伫我遮做，看以德国来讲就讲你有超过50%，你的收入是来过我遮，收入对倒看，毋免看头家人有报薪水无报薪水，伊看国税局就好啊。你国税局税单来看，因为咱台湾的税制嘛是足无健全，所以你无得对税单查去到遐去。对，因就简单，伊就看税单讲你就是50%，拢对这个姓有的来的。这姓有的你上少你爱一部分的责任我就会我政府就会讲叫这姓有的你爱出国这上基础讲，劳工是安尼啦因为因的。社会制度有这部分，就是讲有一个社会共享、共通的这部分。咱是无，咱就是0还是100是所以讲，咱要讨论这社会保障的扩张的时阵，对业者来讲，要输非常的辛苦。我想应该唔那是恁做外送的人，其实真侪行业拢面临这种问题，包括着保险经纪人、包括着部分的保险公司的这个从业人员，甚至还佫有真侪伫外口咧接膝头，以共享经济为理由，即摆因为这名词透过电商，来组织，比如讲你来接客数的，还是讲你来做跑腿的，还是你来做，我甲你组织讲，互你派这么。这在艺表演的，而且是直播主，直播，互你做直播，而且直播主，迄主播，这种的嘛是有类似这种代志，这就是咱新台湾，即摆现代社会会去拄着新的这个问题嘛，咱看这个组织重属性，甲经济重属性，甲人格重属性，这个可能观众朋友对因来讲。这个看到灰灰，咱到底应该来看讲下骹这个德国50%，西班牙75%，加拿大是85%，由类似的这个资遣费最低薪资的保障甲一倍，这个可能有实现的可能嘛？咱来做这个专法，敢有可能？专法的话，阮即摆是安尼啦。阮希望讲爱先为上低收入保障开始。我嘛无奢望讲一届会当达成足侪物件，但是我希望讲为上低薪资收入来保障开始。讲咱一单上无会当走偌济，基本费爱超过偌济，理定费1公里爱偌济钱。我感觉这一定爱制定出来。
甲客人车共款，伊有一个相应的标准，袂当讲吼啊，我平台我今日算你10箍，明仔载算你5箍，后日算你1箍，安尼拢无违法，哪会使安尼呢？那阮而且来讲，对于阮来讲，阮的一个风险嘛是真悬啦。拄则拢有讲到一个风险的问题，啊，阮的风险，我家己有咧甲外送员斗3工处理车祸，外送员的车祸几率差不多一年差不多是10%到15%中间，其实非常悬的哦，非常悬，是一般人的3到5倍。啊，但是伊的伫路力的时间嘛是一般人5到10倍以上。啊，讲实在，以平均来算的话，可能比一般人搁较少一点，因为伊用路的时间较长嘛，对。啊，但是你来看，你会感觉讲真悬。啊，这种真悬的情形之下，啊，咱外送员一定需要相应的保障。啊，专法我感觉上重要的就是薪资的保障爱入去。啊，这个灾害甲第3级影响的保障一定爱入去。这3位。对。但有可能讲做一个类劳工法吼，类劳工法，甲所有本毋那是外送员，啊有其他类似情景的类劳工，甲完全来规范在内面，做一个原则性的规范。啊，你若各行业才去做这个施行细则，敢有可能？现主是以台湾的劳动法令来讲是非常困难，因为我拄则讲，伊牵涉到的法律吼，应该超过20-30种以上。对一个劳工甲头家甲新劳这雇佣关系吼，这头家新劳这这组关系内底可能至少20-30种。你若讲出来，敢若讲你的相声共款哦。有可能嘿啊，所以但是因讲，所以伊会讲这吼工会，因会去思考这个转化的路径是安尼啦吼，就是讲。因为因真侪代志吼，有真侪代志，毋是一定爱用法律来处理。有真侪代志，你像拄则吼，其他的国家，当然其他的国家这行的这路程吼，有一项就是讲，我去换一个，我一直过，各互换伊来，各换伊吼，开始这吼足侪迄个准则吼，啊时间超过偌济，收入超过偌济，吼你家己管偌济，安尼哦，我就感觉讲你爱互伊安怎吼相对应的吼。啊，这种你就互人一直去过嘛。但你敢想讲咱台湾讲叫这外送员嘛一直去过，嘿，你看是安那，我就趁无偌济啊，我就去一直过，吼。啊，当然，第二，因真侪困难，毋是干那一个部会会当解决的问题。像拄仔讲迄保险简单讲，我听讲嘛有业者的说法是安尼啊，伊是讲我毋是无爱出咯，是保险公司无要出这种单啦。啊，保险公司啥无出这种单呢？伊讲你都毋像。哎，伊都毋是逐工走啊！我即摆有你即个保险，啊伊明仔载车祸，我若知影伊是咧送啊，是毋是咧送？啊，我公司安尼毋是加了的，一半应该算伊的吧，一半算我的吧。啊，我是要用偌侪时间来计算这钱，算到真正。嘿，啊，对这个保险公司讲，上危险的人，你甲我钱这个单内底，我即张单就是又爱俗，啊又爱赔足多，啊我就无爱出这个单。伊无爱出这上。啊，实际上伊嘛无这个实际这个数字，然后来证实。所以重点是安那？重点就是讲，阮希望讲政府你要徛出来处理专法，是在处理这个问题。比如讲，像这个问题，你就是金管会迄个做保险是金管会嘛，吼。啊，比如讲劳动部嘛，吼。啊，比如讲平台经济部咧管嘛。比如讲你的交通的问题是交通部咧管嘛，吼。啊，你食品卫生你卫生卫福部，嘿，卫福部吼，或者是各地方卫生局嘛，吼。你一个外送员，伊的工课内底至少遐尼多单位拢有牵涉在内，要解决因的安全的问题，比如讲迄个责任险的问题，要解决伊的劳动条件的问题，无一定是讲我爱去找搁写一条什么法律，要甲所有的行业都算出来，但是像因的，你爱对因开始先行。咱若因行的成功，咱就讲啊，其他拄啊主持人所讲到迄个行业，可能都要来思考，啊，才会当推动讲，对专法，才会推动讲，这类劳工会当放伫咱的思考内底无，啊，开始从咱的这法律会当开始渐渐改变。我会安尼提议，是因为咱即马新经济吼，已经开始有10年左右吼，透过即个网络顶头的电子平台，吼，产生了真侪行业。吼，这真侪行业都是因为即个，比如讲，即马你处理吼，你社区附近要找到甲你开锁的人，你找无？吼，要甲你守迄个学号的人，你找无？
你去众包平台吼找啊，你就要去咧发包的平台顶头去找。这种人嘛真济，吼，以早咧走啥物？走即个货车的，吼，伊嘛是一架车，伊嘛来挖行，吼，伊嘛是承揽关系，吼，但是实际上伊是挖一行，一年通伊都挖一行，类似的情景。那么因拢有类似的困境，那么是毋是会当组织的力量啊集合起来？因为算的可能你找立法委员会找恁啦，吼，会互恁找啦。但是算的，恁专业人员走偌济10万到15万中。10万到15万，伊想遮少着，我著来搁较济劳工啊，即组织看有当100万劳工徛出来，吼，有当新经济，因为我认为新经济对着政府的税收，吼，尤其过去的即个 Uber E。即个 Uber 的即个车辆的问题，对着计程车司机的即个营收产生了真侪变，所以伊认真来处理。如果因来当面对着咱台湾，咱要讨论即个议题上重要的，咱是要关注，比如讲社会的变迁，新的经济形态也产生了。吼，虽然讲即个外省真侪人拢是阿鲁拜岛，吼做阿鲁的。但是分享经济，即个分享的即个概念，应该在内面要落实啦。恁家己出车，像搭建共款，少年囡仔要做兵进前拄啊3个月来做这拄啊好。但是一家毋都烦恼讲，这手机啊啦，车辆歹去啦，所以变做一工敢做，1礼拜敢做3工。对，做伤久惊，若是会忝，我骑倒摆就较危险。因为我阁无保险，所以我就毋敢把即个当做是专业，伫遐逐工伫遐走，因为风险伤悬啊。我走1、2工就感觉到这风险伤悬啊。嘿，这还是你有风险意识哦。对。那有诶欠钱较用，欠钱较济，这你敢有拄着讲同业是安尼？同业哦，我有拄着一个人，已经我是拄啊好，我要入行的时阵啊，我要去办迄良民证。我伫迄个世行大边啊，拄着一个爸爸，伊当时有Foodpanda，有迄Uber E，佮有一个老人木伫后壁，伊一台乌多摆开三个公司的迄个外送平台，我就问伊安尼走，爱走偌远啦，爱走偌久安尼？伊讲1礼拜6工，一工差不多14点钟虽然是讲我无看到伊拄着啥物危险啦，不过我看到伊安尼逐工爱走即种方式，佮看到伊的面啊，伊的身躯敢歹安尼，我就感觉安尼做甲即款。这毋是头路。对，毋是头会毋甘嘛，嘿啊。你敢有去用开你个罚单？哦，有啊。开个罚单？一张900块。1张900块。对，迄阵啊是一间店伫边啊，我要取餐，我就小可徛到头前5公尺的所在，我看到原来店伫后壁，不过我无法度怎落车去摕嘛，因为这马路边。你才归去安尼？对我就归去安尼小可逆向，小可一时迄嘛，迄边啊遐嘛无车，敢人行道嘛无车，不过一台警察车就来啊，就900块安尼，我迄工就自透早走到暗时，就会花去。对，爱甲我的钱赚回来安尼，对。哦，这个风险在遮啦，吼。对啦，就是这个代志加起来，我就感觉这条路无法度继续做啦，嘛无适合大家去做啦，嘿。适合小可可能你真诶足够开，足够骑好多摆的，就有热情去送，甲你的客户送个用餐的。迄种人可能较适合啦，系啊。配合吼，你搁甲咱观众朋友吼，因为观众朋友对这项代志敢若真熟悉，但实际上无了解，对啊，吼无了解。咱头拄开始就讲，你加1、2箍对消费者来讲其实无差，对，吼。咱甲消费者讲，如果今仔日伊这平台来甲你讲，要加1箍，要互这个要互这个上这个稳上架吼，要互做保险吼，大家应该会知，吼，大家应该会知，或者是加在内面。但是，一旦若是恁要求的物件，拢要求了后，你认为这个平台
应不应该爱起价？因这成本结果是啥物啦？咱有的人讲，其实拢是抽这个店家。我可能想讲店家吼，本来今仔想要甲店家找来，讲互伊去啊吐口水，但是想讲吼，迄焦点会模糊去啊。你讲看觅？平台即摆是安尼啦，店家部分抽差不多35%，平均35%左右。35%。35%。所以一碗鱼丸汤若是50块，伊会抽到17块。30差不多35%左右。哇！若讲这部分的话，伊嘛有甲消费者收一寡运费，不管是年费还是外送费，啥不管啥名目，反正就是贴一个钱起哩。可能算起来嘛无介多，这扣起来的钱来分互外送员，对啊。若差有差，中若有差，迄就是伊趁对平台趁的，对啊。基本上来讲，对平台来讲，伊一定想要趁钱嘛。伊消费者遮伊无愿意讲，我甲起价，我甲创啥，我可能爱人客走去。伊唯一的方法就是甲外送员的薪水甲拨互价啊，咱上直接的啊，对啊，上方便。嘛上袂有反抗的，因为外送员反正我甲喷，我都无违法哩，我都无违法哩，对啊。所以在切肉顶头吼，要入这专，除了一直呼吁之外，佫有啥物路径？吼，譬如讲我头下个人的意见是讲，咱组织其他有类似情景的，斗阵来争取，这敢是一个方式，还是讲爱专注？但这个外送员的这个代志。爱用单点的这个突破，才入去甲讲。这是有两种思考啦。你若讲联合其他的行业，这伫台湾的收发的环境来讲，意见伤多。我会感觉讲意见伤多，可能咱冤家讨论差不多8年、10年拢无结果，咱无办法甲这类劳工的物件制定出来。所以，阮外送工会，阮就感觉讲。安尼，阮也限制伫外送业内底做一个行业的专法。这个专法就是外送业内底尔，无甲其他行业无地带。阮若收出来了，这专法若真正出来了，其他的行业要比较办理，都较有基础，若行业较多了，集中起来，咱迄就材料变做类劳工的专法。我感觉会是。秀伦，你安怎看？就是讲，像配合也是因工会吼，我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各位这工会干部理事吼，伊无领你的薪水哦。你参加伊的工会吼，迄是你的会费来讲，伊是无领薪水，伊无月级的，吼。所以这无月级的工会干部爱替大家争取你的味。你讲啊，我要去向平台讲，凭啥甲改？你凭啥今日吼人客甲我客诉，你甲我停权，你就等于。甲我断头路呢？你等于互我半个月无收入呢？像这代志，工会干部替你处理，但是你拢无纳钱互伊，免费咧替你服务。像要互这工会干部免费服务是，因会当免费偌久，因敢毋免趁食。所以，呼吁大家参加工会，这是一个足重要性，因为你参加工会，就是像拄仔主持人讲的，是为着你家己。每一个行业拢爱争取伊家己的物件，不管你是一个月赚50万的开驶飞轮机的，还是你是一个月赚5万的驶这个送外送的，每一个行业伊拢有伊该争取的物件。我感觉工会团结这样代志，你本身若放弃，你就莫怨叹讲人啥平台甲你搞过，因为恁本身足简单去用处理的，都拄则配合讲的。第二，这专法我感觉讲，因为一个足重要的精神，吼，咱伫个旧年吼10月30的时阵，阮拜三早有办一个游行，阮邀请三个市长候选人，其中候选人我有甲伊要求一项，就是讲，恁伫个市政府你爱做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爱互业者、工会、劳工局，可能伫台北市可能是产发局吧，吼，这个境外这个单位坐落来讨论，请问恁的迄个费率安怎定的，公式安怎算出来？爱互人清楚明白了解，讲我今仔日安怎走会当趁偌济？我今仔日若去用客诉，你甲我停权，我敢袂当申诉？你今仔日若甲我处分，我敢袂当改？
你无沟通的平台，你这真侪问题，因为你无法度沟通，你无爱扛讲，无爱扛讲，人就去找立法委员啊，人就来找记者开记者会啊，因为你该讲唔敢讲啊，啊无客车敢要逐工来上街头，唔免啊，有，但是唔是定定。但人客车工会、扛客车工会、扛交通局，敢无定咧讲，一年冬天到定咧讲，公车嘛是共款，你看讲15块你拢无去，唔是，其实业者。看政府、看这公车司机，因一年冬天讲足侪届，啊，介绍补贴任何，所以这沟通的机制若存在的时阵，其实无必要讲一定爱行到什么程度。但你若无沟通，啊，就变做讲人认为你牺牲，啊，所以就变做对立。所以这社会就拄啊主持人讲的，若要进步，吼，新的时代就是你愈透明，你愈支持沟通，其实你会当愈减少冲突。我是感觉的。咱是希望吼，就是在这个讨论当中哦，建立这个对话机制，吼，而且吼，这是新的时代，新经济时代，实时讲啊，咱也好啊，政府的税收。